Hello，各位家長，大家好。咁我係大家嘅記憶培訓導師風 Sir。如果咧你想了解下將唔同嘅記憶方法或者係啲速讀嘅技巧應用翻喺小朋友嘅讀書方面，令到佢哋考試進步成績有幫助咧，就要繼續留意以下呢一條嘅影片啦。最近咧其實都有好多嘅中小學啦，咁一直都會去邀請我去到學校當中，為唔同嘅家長同學咧去舉辦一啲嘅工作坊啦，或者係啲講座。教翻一啲嘅記憶方法，幫助佢哋咧係能夠同學應用喺讀書方面。咁好多家長咧都會話啦，喺當中嘅方法咧，其實真係好能夠幫助到，亦都喺現場咧體驗到嗰個嘅效果。唯獨咧有啲家長都會提到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阿 Sir，我就算我明白到一啲方法，但係我翻到屋企同個小朋友去講翻，佢未必聽我講。有時阿 Sir 你講一句好過我哋家長講10句甚至100句㗎。有見及此啦，咁我都想為各位家長咧去提供一個嘅方案喎。嗱，咁其實咧嚟緊啊，我將會去到舉辦咧一個嘅Zoom 嘅課堂。嗱，咁呢個 Zoom 嘅課堂咧，針對嘅就係記憶嘅訓練啦。好多家長會聽到，咁訓練記憶力或者係去到做一啲嘅速讀訓練有乜嘢幫助咧？咁最重要嘅就係我會將唔同嘅記憶方法啦，應用翻喺讀書嗰方面。尤其咧每一次喺去到測驗啊、默書啊、考試之前咧，同學係會有個意識，知道我應該要用啲乜嘢方法去到幫自己做一個準備，令到自己嘅成績咧會有個進步嘅。嗱，咁我教嘅方法都會圍繞住咧我哋嘅視覺吸收能力啦，去到進行一個訓練嘅。咁當中咧有好多嘅原理或者係要訓練嘅目標咧，咁我就唔會喺呢度詳細多講。但係我可以同各位家長提到嘅就係話，利用翻我教嘅一啲方法，同埋喺呢個 Zoom 嘅課堂當中，咁我會希望培養到同學咧有一個嘅學習嘅習慣，令到佢哋第一眼部咧個肌肉會夠靈活，而換言之就係話佢對眼會睇得夠精靈啦，喐得夠快啦，同時睇嘢咧會闊好多，即係一眼能夠吸收更多嘅資訊，亦即係我哋所講嘅視福。更加重要就係話佢睇完嘅一啲資訊，例如佢望完嗰本課本入邊或者係考試嘅內容之後，喺個腦入邊能夠係記得翻出嚟。好啦，咁至於我喺課堂當中去到教嘅一啲內容咧，首先我會由唔同嘅年級開始，都會有做嘅一啲中英對照嘅一啲記憶訓練啦，例如我哋叫做閃示啦，我準備咗一大堆嘅一啲嘅英文嘅單詞啦，或者係短語啦，由呢啲嘅短語延伸去到一啲嘅英文嘅短句或者係長嘅句子，有晒中英對照。咁做呢啲亦都係一啲叫做準備功夫，因為咧一路嘅訓練，佢哋就會係訓練到咧能夠一眼睇多啲嘅資訊，從而將呢一啲嘅方法應用到落到咩咧文章嗰方面。咁好多家長都會諗到啦，如果我哋能夠將一啲嘅記憶同埋一啲速讀嘅技巧放翻落去文章或者係課本入邊咧，換言之就係話，佢哋能夠一眼睇更多嘅資訊啦，能夠咧去到吸收多啲嘅課本嘅知識啦。咁另外亦都喺閱讀速度嗰方面會有個提高，變相喺成績亦都會有個幫助。咁當然啦，至於你話喺嗰個嘅 feedback 嗰方面，呢一個嘅課堂咧，其實我已經舉辦咗1年有多嘅時間。喺過去呢1年幾當中，唔同嘅家長咧都會有好多嘅 feedback 俾翻我，就係話同學咧喺嗰個成績嗰方面有明顯嘅進步啦。而當中我點樣確保我能夠同家長有一個好嘅溝通咧？呢個有賴咧就係除咗個課堂之外，我會有一個 WhatsApp 嘅群組，讓到家長咧喺當中去到有出席。咁呢一個嘅群組咧就係家長咧去到自由進入呢個群組，咁然後咧同學佢可以咧應用咗呢啲嘅方法之後，喺學習上邊，咁佢哋點樣去 apply 啦？家長可以去邀請個同學咧去做完一啲嘅筆記，或者係應用咗一啲嘅方法之後，影低一啲嘅相，去到喺群組當中向我即係彙報翻啦，或者係分享翻。咁我會喺當中咧俾翻啲意見同學，咁令到咧佢哋喺嗰個學科嘅應用能夠做得一個更好嘅表現。嗱，咁以上呢一啲咧都會係唔同嘅同學咧，佢哋喺學習嘅應用嗰方面咧，家長喺群組當中去到同我做翻個分享嘅。嗱，咁講咗咁耐啦，好多家長都可能會問，咁究竟我係邊個咧？咁其實我就係大家嘅記憶培訓導師風 Sir，18年嘅記憶培訓經驗，咁咧其實我係
第一批喺香港咧去到學記憶方法嘅人，亦都係最早嗰一批咧去到進行一啲嘅比賽啦，參與過唔同嘅記憶賽事。如果大家要喺香港揾一個記憶呢方面嘅比賽經驗最多，或者係贏過嘅賽事最多，或者係目前維持緊嘅世界紀錄最多咧，咁暫時都係我。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了解多啲我自己嘅背景資料咧，都歡迎咧去到登入翻我哋風 Sir 記憶同學會，或者咧你喺網上面應該都會好容易揾到我相關嘅資料㗎啦。因為呢18年嚟，我亦都上過唔同嘅電視台，亦都去過唔同嘅平台，喺唔同嘅報章雜誌當中有做過訪問，去到學校亦都會有好多嘅訪問。現在我亦都係全香港唯一一個嘅記憶培訓導師咧，就喺北京大學有做過一啲嘅教學演講同埋分享嘅。嗱，咁當然啦。最重要嘅，亦都係講翻我成個嘅課堂咧，係以 Zoom 嘅形式去到進行。咁呢個 Zoom 嘅課堂咧，會為期係每一堂1個小時啦。1個小時入邊咧，咁我都會同同學咧去到深入地講翻唔同嘅記憶方法。最重要就係將唔同嘅記憶方法應用喺讀書上邊。我會分咗年級去到進行㗎啦。1、2年班會係一組，3、4年班會係另外一組，5、6年班第3組，第4組就會係中學嘅同學。嗱，咁如果各位家長你哋想查詢一啲嘅課堂嘅時間啦，以至到報名嘅方法，特別係價錢嘅優惠，咁你哋就要留意我哋喺影片下方將會有一個嘅連結啊，咁大家 click 翻個 link 咧，入邊就會有好多相關嘅資料，你會喺當中揾到我哋嘅聯繫方式，咁大家咧可以透過 WhatsApp 或者係咧網上去到進行查詢。咁我喺呢一度咧嘅介紹咧就差唔多啦，期待喺嚟緊嘅課堂同大家見面。拜拜。